你以為喺 ATM 機前面只要遮住密碼就萬事大吉啦？太天真啦！嗰啲專門盯住你銀行卡嘅騙子神，早已經布下天羅地網。佢哋嘅手段比你想象中陰險100倍。就喺你完全冇防備嘅嗰啲瞬間，你卡入面嘅錢可能連你自己都仲未反應過嚟，就已經蒸發得乾乾淨淨。今日我哋要撕開呢啲黑暗伎倆嘅面紗，唔係要嚇你，而係要令你變成騙子最痛恨嗰種人，嗰種無論佢哋點樣設局你都唔會中招嘅人。準備好未？先講下嗰啲藏喺你眼皮底下嘅物理陷阱。你行入一間自助銀行，四圍安安靜靜，燈光慘白，得返你一個嘅腳步聲喺度回盪。你攞張銀行卡出嚟，準備插入去，就喺呢個動作入面，陷阱可能已經咬住咗你。騙子會喺真正嘅插卡口出面再套一個假卡槽。呢件假嘢做得極之用心，佢哋會用強力膠死死咁黐喺部機度，而且顏色紋理幾乎同原裝一模一樣。你唔打醒12分精神，根本發現唔到有任何異常。當你將銀行卡推進去嗰陣，呢個假卡槽內部藏住嘅一套電子裝置，就會好似水蛭咁，瞬間讀取你嘅詞條信息、你嘅卡號、你嘅賬戶姓名，甚至你卡入面所有讀取到嘅個人數據，喺個1秒鐘之內就落入咗對方個袋。你以為咁就完啦？未來佢哋仲需要你個密碼，所以你喺鍵盤周圍會發現更加隱蔽嘅陷阱。嗰啲微型針孔鏡頭被安裝喺鍵盤上方嘅裝飾條入面，或者匿喺鍵盤兩邊嘅細罅度。佢哋細到幾乎得1粒米咁大，但係清晰度高到離譜。你輸入嘅每一個數字都會俾佢哋清清楚楚咁錄落嚟。你食指撳6，中指撳8，拇指撳0，每一個動作都好似喺鏡頭前面表演咁，被完整記錄落嚟。更可惡嘅係，仲有一種吞卡伎倆。佢哋喺卡槽內部設置咗一啲極之巧妙嘅小機關，你插進去嗰陣，一切正常。你攞完錢撳咗退卡，部機亦都正常運作，但係張卡就係出唔到嚟。你以為部機壞咗，急到成頭大汗，你跑出去換銀行或者打電話求救，就喺你離開嗰幾分鐘窗口期入面，騙子就好似幽靈咁出現。佢哋動作極快，攞走假卡槽，攞走你張銀行卡，成個過程唔超過10秒鐘。等你帶埋銀行工作人員翻嚟嗰陣，部機已經恢復返正常，插卡口乾乾淨淨，你張卡就再都返唔到嚟。你冇諗過咁樣一種場景？凌晨1點，你急住用錢，最近嘅 ATM 機喺一條昏暗嘅窄巷入面，你猶豫咗一下，但係都係行咗入去。部機隔離面牆貼住一張睇落非常官方嘅維修電話，你盯住嗰個號碼睇咗2秒，覺得唔多對路，但又講唔出邊度唔啱。呢啲細節往往就係噩夢開始嘅地方。但係呢啲仲只係物理層面嘅陷阱，真正令人防不勝防嘅係嗰啲匿喺電話嗰頭嘅陰險聲音。佢哋會先打電話俾你，語氣溫柔又專業。你好，我係 XX 銀行嘅風控中心，請問你係張偉先生嗎？你張信用卡今日下晝有一筆異常消費，金額係48,000蚊，我哋需要同你核實一下。你一下子就慌啦，因為對方唔單止知道你個名，仲準確講出你張卡號碼嘅尾數，甚至知道你最近一次消費嘅時間同地點。你心跳開始加速，你開始懷疑係咪自己張卡真係俾人盜刷咗。呢個時候，騙子會俾你一個睇落非常合理嘅解決方案。先生，請你唔好急，我即刻幫你將賬戶臨時凍結，然後你需要去最近嘅 ATM 機操作一下，輸入一個安全碼就可以解除風險啦。佢哋極之狡猾，甚至會用一招叫小額測試嘅手法，先叫你轉一筆極細嘅錢，譬如10蚊，然後你會發現呢10蚊真係退翻嚟，或者對方真係按照承諾做一件咩事，
你個警惕心就好似沙堡咁一點一點崩塌。你諗先至10蚊，人哋如果係騙子嘅話，使唔使費咁大勁？可以淨係呢個念頭令你一步一步行向深淵，因為接住落嚟，對方要求你輸入嗰串所謂嘅認證碼，閒閒地就係5位數、6位數，嗰個唔係咩安全碼，嗰個就係你要轉出去嘅金額，係你辛辛苦苦儲咗大半年嘅血汗錢。仲有一種更陰險嘅版本，佢哋冒充公安、冒充檢察院，話你涉嫌洗黑錢，話你名下嘅賬戶參與咗重大刑事案件，對方把聲帶住一股不容置疑嘅威嚴，甚至會將你身份證號碼讀出嚟，一句一句敲喺你心口。你覺得自己清白無辜，你想證明自己嘅清白，你按照對方指示去咗 ATM 機，你將卡插進去，你輸入咗一長串數字，當屏幕顯示出餘額係0嗰一瞬間，你大腦一片空白，你甚至唔敢相信自己對眼，你企喺嗰度，手指仲停喺鍵盤上面，部機個風扇仲喺度嗡嗡聲咁轉，可你卡入面嘅錢已經飛向咗另一個你永遠見唔到嘅賬戶。呢個時候你會問，咁我到底應該點辦？我總不能唔用銀行卡啩？我當然要用，但我哋可以做一件令騙子恨到牙癢癢嘅事，就係喺佢哋喐手之前，先將佢哋條路塞死。首先你要記住一個最簡單嘅原則，盡量去銀行大廳入面嘅 ATM 機，嗰度有360度無死角嘅監控鏡頭，有巡邏嘅保安，有來來往往嘅人。騙子最驚就係人多眼雜嘅地方，佢哋需要喺冇任何干擾嘅情況下拆裝設備，需要喺唔被注意嘅情況下偷睇你個密碼。大廳入面部機每日都有銀行員工檢查，任何改裝嘅假卡槽都好難生存超過半日。而嗰啲棟喺路邊、棟喺屋苑角落、棟喺無人看管區域嘅單機，就係騙子最中意嘅天堂。尤其係深夜，尤其係光線昏暗嘅地方，如果你實在冇辦法，一定要喺嗰種機操作，咁你接住落嚟要做嘅檢查動作可能救你一命。插卡之前用力拉一下嗰個卡槽，唔係輕輕掂一下，係真係用力向外載一下。騙子個假卡槽係用膠水貼上去嘅，再好嘅膠水都受唔住一個大人全力拉扯。只要佢喐咗，哪怕只係鬆咗少少，你就要立刻停止操作，換另一部機，或者直接換另一間銀行。唔好怕麻煩，麻煩一下，比起卡入面啲錢全部蒸發，邊個更值得？你心入面自然有數。輸入密碼嗰陣，一定要用另一隻手遮住，呢個係被無數人忽略嘅細節。好多人覺得側邊冇人就唔使擋啦，佢哋唔知嗰啲針孔鏡頭根本唔喺你身邊，佢哋匿喺部機上面，匿喺你睇唔到嘅角度，你手唔擋，嗰啲數字就會被清清楚楚影低。複製你張卡需要設備，但係有咗你個密碼，再加上盜取嘅卡槽信息，佢哋就可以喺網上為所欲為。所以你要養成一個機械式嘅習慣，不管側邊有冇人，不管日頭定黑夜，不管喺大廳定路邊，你隻手就係你密碼最後一道防線，嗰隻遮擋嘅手要緊緊貼住輸密碼嗰隻手，連手指移動嘅軌跡都要遮住，令任何角度嘅鏡頭都只能睇到你手背。仲有一種場景你需要特別警惕，你喺 ATM 機前面正準備操作，突然有一個人行過嚟，神情焦急，面有難色，佢同你講：大哥，能唔能幫我攞下錢？我對眼唔好使，睇唔清屏幕。或者話我係外地嚟嘅，唔識用呢部機，你可以幫幫我嗎？你睇住對方個樣唔似衰人，你覺得舉手之勞幫一下都無妨。就喺你接過去張卡準備操作嗰一瞬間，佢已經將你張卡同你個密碼全部睇得清清楚楚，甚至更陰險嘅手法，佢會趁你唔注意嗰陣將你張卡偷偷換咗。當你仲傻下傻下幫佢攞完錢，張卡遞翻去嗰陣，你攞翻嚟嗰張根本唔係你自己張卡，
等你反應過嚟嗰陣，你張卡已經喺另一個地方被攞晒錢啦。遇到呢種情況，你要做嘅得一件事，禮貌咁拒絕，然後指一指銀行大廳嘅方向，話佢廳入面有人可以幫佢，唔好覺得自己冷漠，唔好覺得唔好意思。你嘅善良唔應該成為人哋利用嘅軟肋。真正嘅求助者會理解你嘅謹慎，而嗰啲心懷鬼胎嘅人被你拒絕之後，只會立刻轉身去下一個目標。假如你張卡真係被吞咗點算？你企喺部機前面，屏幕顯示操作超時，請攞返你張卡，但係卡槽入面空空如也，咩都冇。你急到原地轉圈，你抬頭一睇，部機隔離貼住一張紙，上面寫住設備維護電話400咩咩。你攞出手機準備打嗰個號碼，呢個時候你一定要停低，深呼吸，唔好打嗰個號碼。嗰個號碼10成9係騙子貼上去嘅。你打過去，對方會話自己係銀行嘅技術人員，叫你按照指示輸入密碼，或者叫你將卡入面啲錢先轉去所謂嘅銀行安全賬戶。等你反應過嚟嗰陣，一切都遲啦。正確嘅方法係留喺原地，唔好離開，因為你張卡可能根本冇被吞。如果真係被吞咗，騙子都冇辦法立刻攞走，你先攞出手機，翻去銀行卡背面嗰個以956或者95開頭嘅5位數官方客服電話打過去，撳人工服務，說明你嘅情況，客服會話你知最快嘅處理方法，或者你直接行入隔離銀行大廳。哪怕而家已經收咗工，只要你入咗大廳，聽到任何一個著制服嘅工作人員，佢哋都會幫你處理。最重要嘅核心原則得一個，你腳絕對唔可以離開嗰部機。你人企喺嗰度，騙子就唔敢靠近。你離開咗，佢哋就嚟啦。我哋再嚟模擬一種情況，你已經中咗招，你手機突然收到一條短信。你尾號1234嘅儲蓄卡轉賬支出12000蚊，你睇住呢條短信，手開始震，大腦飛速運轉，你已經意識到發生咗咩事。呢個時候每一秒鐘都無比珍貴。你做嘅第一件事唔係跑去 ATM 機，唔係跑去銀行，而係立刻撥打你銀行卡背面嗰個客服電話。哪怕你而家排喺銀行門口第一個人，都要先打電話，因為電話掛失嘅速度比任何方式都快。客服會喺幾秒鐘之內幫你凍結賬戶，資金就被鎖住咗，騙子冇辦法再轉走第二筆，冇辦法再繼續從你張卡入面攞錢。然後你要保留好所有證據，嗰張 ATM 機吐出嚟嘅憑條，哪怕係皺晒皮都要收好。你手機入面嘅轉賬記錄截圖保存，嗰啲銀行發嚟嘅驗證碼短信唔好刪。你同騙子通話嘅記錄截圖，如果有電話錄音就更加好。所有呢啲睇落唔起眼嘅小嘢，都會成為你追返損失最關鍵嘅證據。最後一步，以最快速度去最近嘅派出所，唔係聽日，唔係等陣，係而家立刻馬上。你話俾民警聽事情嘅全部經過，將你保留嘅所有證據交俾佢哋。記住要完整咁講清楚每一個細節，對方自稱係邊個，叫你做咗咩操作，輸入咗幾多金額，幾時收到短信，所有呢啲信息都能夠幫助佢哋更快咁凍結對方賬戶，更快咁追蹤資金流向。唔好覺得自己醜怪，唔好覺得係自己太蠢先上當。騙子係職業嘅，佢哋每日都喺度研究點樣攻破你嘅心理防線。你只係一時疏忽中咗大招啫。真正可恥嘅係嗰啲匿喺暗處靠人哋血汗錢為生嘅人。呢度仲有一個所有銀行都會反覆強調，但永遠有人記唔住嘅原則。冇任何一間銀行嘅客服會喺電話入面要求你去 ATM 機做任何操作。冇任何一個公檢法機關會通過電話叫你轉賬去安全賬戶。安全賬戶呢4個字本身就係最大嘅騙局。銀行唔會設立咩安全賬戶，警察唔會打電話叫你去部機上面輸驗證碼。凡係叫你去 ATM 機操作嘅電話，一律掛斷。唔好猶豫，唔好驚，
唔好俾對方語氣嚇到你。記住，真正嘅銀行工作人員最驚嚇親你，佢哋講嘢永遠溫和客氣，而嗰啲騙子開口就係一副你唔照做就玩完嘅架勢，反差越大，越要警惕。我哋再向深處挖一層，點解呢啲手法屢試不爽？唔係因為我哋笨，而係因為騙子極之擅長製造緊張感。人喺緊張嗰陣，大腦會產生一種化學物質叫皮質醇，呢種嘢會令你邏輯思維能力急劇下降，會令你更容易服從權威，更容易相信嗰啲聽落合理嘅指令。騙子先通過個人信息令你產生信任，再用小額測試令你放鬆警惕，然後用緊急情況俾你施壓，最後喺一個你熟悉嘅環境入面，令你親手將錢轉出去。ATM 機係你每日都用嘅嘢，銀行客服係你信任嘅角色，金額係你自己一個數字一個數字輸進去嘅。所有呢啲因素加埋一齊，你大腦就會進入一種半催眠狀態，你會覺得自己喺度做緊一件完全正常嘅事，直到屏幕上面出現餘額係零嗰一刻，你先好似被一盆冰水淋醒咗咁，但係清醒已經太遲啦。所以防騙呢件事本質上唔係技術問題，係心理問題，係你能不能夠喺對方製造嘅嗰啲煙幕彈入面守住自己嘅判斷力。你唔需要記住所有騙術細節，騙子每日都喺度更新佢哋嘅劇本，但係有一條金科玉律永遠唔會變。任何叫你喺 ATM 機上面按照人哋指示操作嘅人都係騙子，不管對方用咩理由，不管對方係邊個，不管對方講咗幾嚇人嘅話，只要呢句說話一出嚟，你就要立刻掛斷電話，立刻結束操作，立刻離開嗰個環境。行出去之後，你會發現自己又安全啦，cam 入面啲錢仲喺度，生活仲喺度繼續，而你啱啱避過咗可能係最兇險嘅一劫。我哋再嚟反反复复強調一下嗰啲關鍵時刻嘅自救動作。插卡之前載一下卡槽，輸入密碼嗰陣牢牢遮住，卡被吞咗唔好離開，唔好打牆上嘅電話，更唔好相信咩安全賬戶。嗰啲企喺你側邊請求幫助嘅陌生人，微笑咁拒絕佢哋，話佢哋聽去保安，去大堂經理。你嘅善良應該用喺真正需要嘅地方，而唔係被呢啲大話連篇嘅人炸得乾乾淨淨。最後再話你知一個大部分人都唔知嘅秘密，而家嘅銀行卡磁條信息其實非常容易被複製，嗰種老式嘅純磁條卡最好盡快去銀行換成集成電腦卡。集成電腦卡嘅安全性比磁條卡高咗好幾個數量級。騙子就算裝幾精密嘅假卡槽，都好難複製出一張集成電腦卡嘅信息。當然呢個唔係萬能，但係呢個就好似喺你門上面多加咗一把鎖，多一道障礙。嗰啲專揀軟柿子獵嘅騙子就會兜開你，去下一個冇呢把鎖嘅目標。你啲錢係你用時間、用汗水一點點換翻嚟嘅，每一分錢背後都有故事，都有你早出晚歸嘅身影，都有你熬夜加班嘅黑眼圈，都有你喺家庭同工作入面拼盡全力嘅掙扎。保護佢唔應該令你覺得心力交瘁，你只需要喺呢啲細微嘅地方稍微多留一個心眼，多試咁幾秒鐘嘅時間，多問自己一句：呢個正常嗎？呢個合理嗎？會唔會有詐？僅僅係呢一念之差，就足以令所有嘅騙局喺你面前土崩瓦解。走出呢段片嘅時候，請你記住一個畫面：下次當你企喺任何一台 ATM 機前面嘅時候，你要想象喺部機嘅暗處可能藏住一雙雙貪婪嘅眼，佢哋等住你犯錯，等住你疏忽，等住你將所有防線一道一道灑走。但係呢一次，你唔會再令佢哋得逞啦，因為你已經知道咗佢哋所有嘅花招，你知道咗假卡槽點樣檢查，鏡頭點樣防，吞卡點辦，電話點樣應對。你不再係嗰個容易被嚇到、容易慌亂嘅人啦，
你係佢哋惹唔起嗰種人。等嗰啲匿喺黑暗入面嘅騙子去下一個目標啦，唔會係你。永遠唔好忘記，守護銀行卡就係守護你嘅生活。你多一分謹慎，呢個世界就少一個被呃到崩潰嘅家庭。嗰啲一夜之間積蓄全無嘅絕望，嗰啲喺銀行門口喊到失聲嘅人，嗰啲連俾仔女交學費嘅錢都俾人呃走之後唔知點樣活落去嘅孤注一擲，你唔使經歷呢啲，因為你已經知道咗真相。而真相就係最好嘅護身符。